前亞姐冠軍楊恭如近年幾乎唔再拍劇，佢間中咧就會參與直播帶貨嘅，更多時候會專注於生活。現如今，佢明顯處於半隱退嘅狀態。雖然先52歲，但係楊恭如嘅生活幾乎同退休無異，唔少人對其投嚟羨慕嘅眼光。始終咁嘅小日子係唔少人都十分嚮往嘅。近日據圈內人士透露，楊恭如嘅細佬喺泰國大婚，而一向同細佬感情深厚嘅楊恭如似乎冇現身。咁呢個咧亦都係引起咗唔少人嘅關注。從該圈人士後分享嘅動態中，唔難發現楊恭如細佬嘅婚禮雖然唔算特別盛大，但係非常之熱鬧，請嚟咗唔少親朋好友嚟觀禮。新郎同埋新娘從一條延伸至海中央嘅白色長橋緩緩走嚟嘅時候，大家將所有嘅目光都聚集喺佢哋身上。只見新郎着住白色禮服，佢身形高大，俾人十足嘅安全感。生得靚仔有型嘅佢都有明顯嘅混血感。咁同埋家姐楊恭如一樣，這第二人雖然生得唔係好相似，但係神態中仲係能夠睇出佢哋有相似之處嘅。有網友表示，楊恭如嘅細佬睇到種強壯版陳冠希嘅感覺，咁因此多少仲係有啲星味嘅，唔去娛樂圈發展真係有啲可惜啦。楊恭如身為家姐，雖然冇現身，但係佢個媽媽卻低調嘅在場打理一切，都俾好多賓客邀請一齊上前合照㗎。呢幾年楊恭如更享受生活，佢經常到各地旅行，仲中意帶媽媽一齊年過半百嘅楊恭如，如今仲係單身一人。自從佢插足某富商嘅婚姻生活之後，形象亦都跌落至谷底，亦都唔知係咪因為呢一件事，楊恭如對感情逐漸失去信心。唔理點樣，希望佢能夠幸福。